们要把时间交给张新慈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讲道以前，请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呼召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早晨，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在你的圣灵当中来认识你的真理。在过去一个礼拜，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愿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让我们以安静的心在你的面前恭受你的话语跟带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平常在教会或者是在团契小组里面，听到别人在分享生命见证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一些神迹奇事，看到这些神迹奇事跟听别人的见证，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会是什么。我自己本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只要听别人怎么经历耶稣，或者是说他们在描述他们怎么经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件事，就是他们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理智上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个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他们说的是他们的经历，不是我的经历。所以我听别人的信仰见证，或者是说在听圣经里面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吊诡的感受，就是这个信仰离我很近又很远，我会这样子去做形容。所以当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一种现象，还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对象？其实在今年3月底的复活主日，我们会看到很多教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可能有儿童主日学的献诗，或者是戏剧，或者是很多圣诞的晚会、献诗等等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是为了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也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上帝的爱是胜过这个世上的一切，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重新有重生的生命跟永生的盼望。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在门徒中间发生了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0章，一开始说到第7日的第一日清早，先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再来是门徒看见了空坟墓。他们看见耶稣复活的场景之后，他们都很兴奋又很战惊的去彼此分享这件事情。但是同一天晚上，门徒因为很害怕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聚集在屋子里面，他们门关起来，聚在里面。经文描写说他们把门关起来，但是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耶稣显现之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受伤的肋旁跟手给这些门徒看，当作是一个记号，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时候门徒都很欢喜快乐，后来耶稣也让他们领受圣灵，差遣他们出去。但是当耶稣来找门徒的时候，他们中间少了一个人，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多马，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念到的多马。其实经文没有特别描写他心里面的剧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是非常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跟门徒聚集在一起。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多马太悲伤了吗？还是说他对门徒这个群体也有一点失望，所以他并没有跟这些人在一起。对于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多马所得到的是二手的消息，因为他不是亲身体验过那个他看到空坟墓，然后大家很兴奋的去分享，或者是说他没有在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那个门徒的群体当中，所以他所得到的是二手的消息。当门徒对多马说他们已经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多马的反应是什么？
他开出很多条件哦，大家仔细去看经文的时候会发现，他说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钉痕，而且我手还要碰到他的钉痕，而且不止钉痕，他还要求什么？肋旁的伤。他列出了这些条件，他说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一些，他绝对不要相信。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故事的聚光灯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会发现，面对这一群已经看到主复活的人，这时候多马他显得很特别，他很孤单，他很不属于这个群体。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确实一群已经经历过耶稣复活的这一群人，他们对着一个没有看到的多马说这个消息，多马当然会有所保留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那个当中。可是刚刚讲说这个聚光灯在他身上，是因为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变成一个很不合群的人，他很特别，因为大家都经历都相信了，但是他的回应是，除非怎么样怎么样，不然他不相信。大家可以想象看，就是在这一群门徒群体里面，大家都是生死之交的朋友，结果这一群朋友跟他讲这个消息，他居然不相信，这也未免太伤感情了吧。所以不知道这时候的门徒群体怎么去看待多马这个人，也不知道多马怎么看待这一群门徒的朋友们。大家注意到多马所提出来的条件，他不只要看到，他又要摸到，他不只要手上的钉痕，他又要肋旁的伤口。他说的是这些条件他都要看到，他才会决定相信。所以对于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在团契或者是在教会里，因为我们来讨论的时候，都会发现大家常常拿这一段来说，他就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门徒。然后因为其实耶稣已经给大家看过伤口，是他自己不在的，所以大家都会用这一段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无理取闹的门徒，没有信心，又一直吵一直吵。可是我们可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来回应当时候的多马。经文说过了8日，那时候多马才跟门徒们聚在一起。这时候他回来了。这时候回来了，耶稣又做了第一次在他们显现当中做的事情一样。耶稣又回来向他们显现，又回来让他们看到他受钉痕的双手跟伤痕。耶稣再一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经文并没有特别写说一开始为什么多马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但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放在心里思想，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多马离开这个群体？又或者说多马离开这个群体之后，他去了哪里？他到底在寻找什么？多马对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他看起来好像有他的坚持，他有他想要他有他的执着。他虽然口里说他如果不看见不摸到他就不相信，但是对我来说，我看这段经文，我会觉得他心里还是有所期待，不然他不会提出这些事情。当耶稣再一次向这一群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一次多马在了。这一次耶稣一样把他的手跟肋旁给门徒看，但是不一样的是，耶稣这一次来好像是特别为着多马来一样。因为在他们当中，多马还并没有经历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耶稣并没有责备多马，他反倒鼓励多马说：“你不要疑惑，你总要相信。”所以多马就马上对主说：“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它不是教导我们，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求什么，上帝就一定会回应我们。这段经文反倒告诉我们，即便多马是门徒，他也一样有信心软弱跟陷入迷惘的时候。但是耶稣再一次用他的爱靠近那个软弱的多马，靠近那个软弱的我们，帮助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我们也看到一个很美好的图像是，无论是耶稣或者是门徒群体，他们都并没有要放弃多马。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门徒当他们经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跟没有在他们当中的多马说这件事情。耶稣也并没有放弃多马。
当多马又回来这个门徒群体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耶稣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多马经历那个复活的耶稣就在他的眼前。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情是，重新揭开伤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当你重新揭开伤疤的时候，你等于又重新回到那个受伤的现场。我是在1年前生下小孩，然后我就产后就是固定会回到医院去做一些例行的检查。然后当我生产完，我每一次回到淡水马偕，经过那个产科，然后会绕过那个产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整个皮都绷起来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在座的妈妈应该都很有感受。就是当我已经生产完了，但是我又经历那个，我又回到产房，我又回到产科，我又重新回忆起我那时候生产之苦所经历的那个痛苦。对，所以我刚刚会问弟兄姐妹说，我们再一次揭开伤疤是容易的事情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回到那个受伤跟受苦的现场。就像我刚刚说，当我生完小孩，我再一次回到淡水马偕的产科的时候，那种疼痛的记忆又回来，我好像又重返到那个现场。所以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1次、2次在门徒的群体当中，向门徒揭开他的伤疤。他这么做是为了要门徒跟多马知道，我是那一个为你们受苦、受难、受死，并且复活的主。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会看到门徒的群体跟主耶稣根本就没有要放弃多马。我们会发现这个福音的爱跟好消息是从主而来的，也是需要从群体流露出去的。我相信过去的多马，他在耶稣的身边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定经历过，他一定看过耶稣所做很多的神迹。所以也许这时候的多马，他不是全然不相信，否则他不会提出这些条件。他心里仍然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是他要经历那个大家所说的信仰，所说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模样。我们也会看到多马，他虽然陷入在软弱的当中，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放弃，他最终仍然回到这一个门徒的群体，他仍然回到了团契，回到了信仰的群体里面，因为他期待更深的经历耶稣。所以耶稣的显现让门徒们可以领受圣灵，可以确信福音，可以确信那个差他来的上帝。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这一句话，让他们重新得力，也重新恢复了喜乐。其实耶稣很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需要亲身的经历一些事情，所以耶稣并没有否定这样子的多马，他没有否定这样的我们，所以反倒在耶稣这些门徒他们很害怕、很软弱、很忧伤的时候，耶稣反倒向这一些门徒再一次的揭开他的伤口，为了是要建立这一群门徒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信仰的路程，我们会发现我们信仰的路程有时候真的会在低谷的时候，我们会很需要一些现象跟经历，我们才会在信仰的路上好像被扶持起来。但是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是高山或低谷，即便一开始不一定会照着我们的期待来经历我们的信仰，但是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更深的经历它。就像一个小孩，他一开始在很小的时候，他一定会透过父母给他的东西来确认爸爸妈妈对他的爱。通常我们去问主日学的小孩说：“爸爸妈妈爱你吗？”他可能会说爱。你继续问他为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说：“因为爸爸妈妈会买什么什么给我，因为爸爸妈妈会给我吃糖果，会给我就是他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小孩他在小的时候，他会透过一些看得见的来建立那个信心，就是他相信他爸爸妈妈是爱他。可是当一个小孩越长越大，他会越来越清楚知道，即便他爸爸妈妈给他的不是他一开始最想要的，
但是他会相信那份爱，所以他知道他爸爸妈妈给他的都是最好的。今天的经文当中，主对多马的邀请，同样也在邀请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一起来经历他的爱。今天的经文结尾也说到，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在说的就是这个门徒群体以外的人，也就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真实看过耶稣就站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却相信他。所以今天经文的结尾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是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们的生活高山低谷都经历过这个复活的主，以至于我们会坐在这边，现在一起来敬拜他。所以在讲道的一开始，我问大家，你们听到别人在讲信仰见证的时候，你们的感受如何？你们在听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些神迹，你们感受如何？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主不再是我爸爸妈妈的主，我信的主不再是弟兄姐妹口中的主，我信的主不再是主日讲道牧师或传道在讲台上面讲的那个主，我们所信的主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所以耶稣今天同样也在邀请你，他不只邀请多马，也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再一次经历他的复活，再一次经历他的爱，因为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在我们的信仰的里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着，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意志力去达成。所以在福音书里面，那个被鬼附的孩子，他的爸爸怎么对耶稣说？他说：“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期望在我们信仰的高高低低的状况里面，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可以被他带领，继续被他坚固我们的心，我们对他的信心。当我在服侍当代的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很常会问一些问题，会让身边的人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像今天经文里面的多马一样。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他们会问说：“我就是感觉不到上帝啊，我怎么知道他有跟我同在？我怎么知道他有在带领我？”又或者说，这群大学生会问说：“我怎么知道上帝在呼召我？我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又没有看到景象。”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当下都会觉得：“啊，你们怎么都没有信心啊？你们是不是没有好好祷告啊？”等等的。但是如果仔细去听这些学生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他们内心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渴望。这个渴望是什么？如同今天多马一样，那个渴望是他期待真实的遇见那个耶稣。不管是主日学的老师曾经跟他们讲的耶稣，还是爸爸妈妈讲的，还是牧师讲的，他们期待真实的经历这个耶稣。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渴望的时候，我对于他们所问的这些问题，其实我感到很感动，因为他们想要更真实的认识这一位呼召他们的上帝，他想更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带领跟同在是什么。所以会发现信仰的历程是从软弱当中再一次得着力量，从模糊不信的过程当中逐渐被上帝带领起来。所以当我在服侍大专的学生的时候，就是陪伴学生在这个信仰的路程里面，跟他们一起遇见上帝。不只是他们，还有服侍他们的我，一起在经历上帝。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接纳多马、陪伴多马的教会跟群体。上帝喜悦我们成为这样的教会，喜悦我们成为这样的团契，让多马，或者是说让像多马这样子的人，我们可以一起经历复活的主。也希望我们可以接纳自己，就像多马一样，我们有时候也像他一样会软弱。我们期待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多的被上帝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加的靠近他。今天是北区大专事工的纪念主日，要很感谢教会，让我可以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分享我们的事工。
也因为有教会的支持，所以台北大专在这70年的时间，可以在台北的各大专院校来经营长青团契。那以下用几张 PPT 来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校园宣教事工。我们校园宣教的事工，主要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由七星中会跟台北中会的校园事工部共同来关心我们的事工。那这2个中会的校园事工部会再组织一个北区大专事工委员会来管理我们。那在我们学生中心目前有4位传道人，这4位里面有2位是属七星中会，2位是属台北中会。那现在 PPT 上所看到的2位是属于七星中会，然后我跟另外一个牧师是属于台北中会。那我们另外也有平信徒的全职辅导来陪伴这些学生，然后同时我们有行政同工跟负责网络媒体的同工。我们在北区总共有设立17个长青团契，那我们服侍在校生跟毕业生总共有超过300个学生。那很感谢上帝的是，在这5年的时间，我们总共有27个学生在地方教会接受洗礼。所以学生中心的事工，我们的期待是不只帮助我们自己教会的子弟能够在大学期间继续帮助他们信仰得以被建造以外，我们也期待这一群基督徒的学生在校园里面可以成为福音的种子，可以帮助一些听过这个信仰、没听过这个信仰的人，可以像多马一样来经历耶稣。所以照着我们现行的牧养的策略，我们也发展我们在校园宣教的事工。那其中的门徒教育就是透过查经班、读书会跟一些讲座来培育学生的信仰。那心灵关顾的部分有透过辅导的陪谈、祷告会跟灵修营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更加亲近上帝。宣教实践的部分，我们会鼓励学生写见证，然后透过媒体的方式放在网络上，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份信仰。那宣教实践也会在寒暑假的期间，我们会跟地方教会合作，我们会一起办福音队。最后一个实务的部分，我们会透过同工的训练、团契经营的课程来帮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服事者。那校园宣教的事工，除了需要教会的牧长，还有学生中心的同工，我们一起在校园宣教的事工继续打拼努力以外，这个校园宣教的事工也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跟带导，所以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用奉献带导来支持校园宣教。那台北大专学生中心今年的自筹款总共有350万，在这350万里面包含部分牧职同工的人事费，还有我们举办一些营会跟课程的事工费。所以在这边要再一次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校园宣教的事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带导跟奉献，都陪伴着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所以也要再一次感谢弟兄姐妹对于校园宣教事工的支持、带导跟奉献，也愿上帝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为他所做的工。这时候请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呼召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有时候像多马一样，我们信心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不断透过环境，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个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并且复活的主。求你再一次按着你的恩典跟圣灵来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在一生的路上，在信仰的路上，可以继续被你陪伴跟扶持，并且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